因为了花是必规的根本，你若照安尼行咧，才有聪明，了花的名声直到永远。
过来学乐，咱请敬拜团带咱。在复活节礼拜的最前头，我们要用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用诗歌来再一次的提醒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且已经复活，使我们有这救赎盼望。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一同起立，我们先用诗歌来献上感谢，也让自己能够再一次的提醒，了解到十字架。
下了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让我们用庆祝的心情，让我们用感谢的心情，一起来唱耶稣诗歌。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的救赎者。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迷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帮我走我的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救赎者活着，让我们用更开心的心情。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迷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帮我走我的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这是咱用主道的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主道的圣经有啥？我是上帝，我是地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头摆，对十七岁玛利亚出世，是困叫迄条岛人来受苦，领受一个死哀壮的母乳。第三日对世上将告发上天，他是全能地上帝大人。伊要对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徒的上好，对赦免、
玉体高安，永远华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22部圣诗的30部，是以赛亚。我来替你来译。既然恁喙焦的着来就滚水，若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手钱。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低的米。假使着我伫迄个袂互人嚼歹，你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米。你着向市场里无心欢喜。着趁摇花通吹着的时来找伊。天上君的时就着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人就假换伊的人头。规晚摇花伊日连你伊。唯愿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变而下变。摇花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较细，对天降落，也无好倒转。就是说，一个土地和地球满的结晶。互野种的有经济，食的有美味。我的喙所讲出来的话，也要安尼，我全无空倒转来我食。是要听我所欢喜的，为我天水平风。恁出去要欢欢喜喜，一定平安。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你的翅膀拢要搭手。双臂发声来替草气。讲念诗发声来替志的。这是要做摇我的名的纪念。做永远的政府的政府。这是咱下头来祈祷。主宾请堂的地，阮感谢你。你找你的独生囝，为着阮的罪定十字架，伊的血洗清阮的罪，赦免阮的不义。伊的国王，互阮甲属主的人有永远的活命。伫国外这个时，阮了解你是活命的主，赢过死亡的关系，互阮伫基督的内面，阁有永生的盼望。恳求你加添阮的气力，互阮将国外的好消息报互人知，引带侪侪人来归主，领受属天的福气。阮也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社会，用和平的心相款待，也阮的教会成做人人的祝福。阮中间有身体欠安、心智软弱、工作拄着问题的，求你看顾保守、扶持赐福。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学老，咱请圣歌队。
Maria la uki la soli
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至17节。《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三若传基督对死人中国话，怎样恁中间有人讲死人无国话？死人若无国话，就基督袂捌国话。基督若袂捌国话，像阮所传的是空空，恁的信也是空空。死人若无国话，像上帝袂捌互基督国话。若阮甘信伊捌互伊国话，就显明阮是做上帝白菜的甘信。因为死人若无国话，就基督袂捌国话。基督若袂捌国话，就恁的信无采工，恁犹拄伫恁的罪中。以上，今日讲到咱请蔡长老，蔡长老伫这国话节之时，伊为咱讲的题目是主国话甲你的关系。每个平安。平安。咱做来到，哈利路亚，主国话。哈利路亚，主国话。现在隔壁人讲恭喜恭喜，主国话恭喜主复活啦。这个是对心底欢喜呢。主国话是对心底欢喜，伊主若无国话，咱这一礼拜无意义。主的国话带互咱真正救赎。我当坐车时阵，看到书长老念，我讲看无看到书长老。多就是保佑，就你家囡仔看着吼，我头拄看着面呢。你毋知有头去秘起来是安怎？我看着朱老师的时阵，无看着安尼讲，听，你甲因遐讲一下，我即礼拜无看着伊了嘿，嘛无看着姚太太，你免秘话。姚太无吼，无来嘛吼，你太太，无来，我有看着以前吼，惊因妹妹啦吼，无啦，迄个无，毋是恁妹妹，恁妹妹姐姐来啦。有时候想一想吼，真正主有多啊！咱即礼拜拜五受难日，咱有一个真安静、真好个是主的面前。你教会一个友打电话互我，讲伊有看咱的 FB，我讲好佳哉，伊看伊讲有当时咱 FB。讲话听无啥久吼，所以讲我较有回酸。我愈讲话愈慢，就讲毋敢讲生气，真正听无啥久。足感动的。然后我说你说你感觉主跟我，甲你有啥物关系？我主也无带我，甲我就无关系啊。咱就今仔日遮无事。主跟我，足注意的殡仪馆站上济是咱基督徒举行个别礼拜。因为咱拜到拜五受难日拢无个别礼拜，到拜了足济纪念个别礼拜，总是看因这个家属拢讲，一个偌济来纪念个别礼拜时，因心拢足欢喜的。是人呢，心足欢喜的，因主叫我毋惊死，看样死是个关系。我入去脚趾甲受伤，入去目睭受伤，医生讲我会甜啦，我讲。佫有讲嘛，无讲无图，家己坚皮，用莫去甲摸着，坚皮吼，家己来面看家己好袂。迄个血豆豆流去目睭落来，安尼规礼拜日目睭拢红的，到拜五吼就好呢。拜五下暗坚皮来起来，我讲我变气安长拢较厚，气安长拢还爱穿衬拖仔嘞。听讲去爱去要祝因某祝一个爬去食点无煮去，爱穿衬拖仔。今日穿底下来啦，免紧张啦。你讲国旗长老今日乌猫呢？你对甲讲，搁乌行呢？伊为着要较缘投咧，今日搁乌行，嘛已经手做袂迄种，无看目镜咧。我讲有长老一日你要看目口罩好势，惊咱长老娘拢搁我，一切拢真开始。尤其是较定你来特别注意一个人，叫做咱美女节，伊为着要较水咧伊倒手去手术了。鉴宝了个智慧21万的迄个铁机啥物会倒手加偌水呢？伊目睭嘛袂遐水，伊目睭本来倒落了，即摆伊拄看着目睭咧，我目睭肯定较水啦应该是你较水啦，你真顺你可以凡事感谢，凡事学乐，出国互咱带来一个新的希望，出国叫我有啥物关系？
主若要跟我今日才是无关系，主跟我今日真大的关系，像我咱来第一遍就以前爸爸安怎条件呀，我条件即摆都看了了，较无力，放心。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有力，这过程过去了，艰苦过去了，完全一个新的开始。相信无？爱相信。就条件了吼，我毋是讲特别迄个条件啊，毕竟甲咱做伙做特别，这想条件讲，上帝啊，今仔这艰苦啊，有一半我啦，一半我不要紧啦，反正我这坐会啊，无啥差啦。上帝嘛是笑着讲，会啦会啦，你免烦恼啦，有一日嘛用着你啦。咱其他都有惊死，无惊死亡。咱你想者伫即礼拜虽然即个日的时阵有来去食保鲜礼，都甲讲遮久诶。因咧讲啥？是真正放面个高伫遐，本来是分泌指数3呢，即摆已经加讲话还佫会比。你感觉我啥物人？我啥物人？伊还佫会比。已经开始较清楚，总是呼吸的问题，也无当然好呼吸。我相信咧，咱有人祈祷，咱有人替咱遮个辛苦病的人祈祷，上帝入面会伫每一个人身上，咱无咧惊啦。咱爱珍惜咱的性命，咱好好来活，为主做工。恁若讲安尼，今日头顶讲安尼不要紧啦，安尼咱拢无咧惊死，咱无惊死，毋是讲叫你无珍惜性命呢。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拢足水的，你爱足珍惜。总是啦，你去教的时阵，无啥物通惊吓。有一日讲落用倒下啊，无要紧，上帝感谢主。有当时咱拢讲，毋通讲迄个欠损的话啦，爱讲好话啦。咱毋是要讲歹话加好话，因为咱毋惊死。咱伫上帝面前拢真欢喜。主告我，咱得到啥物？真正平安啦。因为主告我是领导的中间，第一遍显的时阵讲一句啥物话？愿恁平安。平安是足水的话呢。咱平安已经变甲若惯用伊咧，某平安啊，过来就写啥物？啊平安哦，平安哦，平安哦，真正有平安无？有当时无平安呐。总是我相信主告我了，咱的平安是真正平安，毋相信你甲隔壁讲的时阵，平安。平安。你感觉是真平安无？真正有平安。真正有平安啊！这个平安伫咱心就是充满欢喜。充满着喜乐，因为主的保护替咱来留啊。咱拜托伫遮，迄个祈祷会时阵，本来我想前摆3摆6条，阮乌妈佫去想着讲，咱2个桌仔甲用开了，摆新鲜，佫较水。咱6条点起了，会议另阮都拢安静离开，到后壁才讲，我来6条要点的时阵，你叫我看的时阵吼，后生就流泪。主着你我来受死呢，无代价啊！人家的恩典呐，你不珍惜吗？这种人家的恩典，你要更加珍惜。爸爸妈妈对你的爱，理所当然。妈妈煮的菜都不好吃，人家隔壁跟面摊煮的好好吃哦。妈妈煮的才好吃，有的人要你要吃，你才发现到没得吃。就像我帮忙这个度假，家里才做帮忙我讲就这样讲。所谓妈妈就是上好煮菜的一个，就是妈妈的味啦。不管是啥物味，你着煮起来就是，这我妈妈煮的，我这世人食无啊。主要讲你互咱有平安啊，迄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就咱看着真正平安是了，安尼，主要讲叫到底这样多啊。是你咧讲，这么早以前主耶稣真的有复活吗？你怎么知道2000多年前的？你相信圣经吗？我相信啊，我信基督徒，我当然相信啊，有人说相信。其实我们用很理性的想法来想，5000年来发现了这么多卷的，那么5000多几千年来发现这么多5000多卷的古卷呢，哇，我本来以为那个希腊教徒他们去土耳其，原来是去埃及哦。
发现这么多点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希腊西亚地方、保罗先生传道的地方，发现好多了，包括在罗马、在意大利啊，哇，在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其实是以色列跟巴基斯坦两个党，联合国要把它分成两半，一个成立以色列国，一个成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成立了，巴勒斯坦国没有成立，所以到现在还是纠纷不断。当初发现5000多卷了之后，更奇妙，当时的人没有修改呢，都写在大部分写在羊皮卷上。理论上来讲，应该错误百出嘛，传言会传来传去，越传越错误，对不对？这大家都知道嘛。那种生一个，那判一个囝生一个囝，你如果知道啊，这个人偷了一支笔，可能传到最后是偷了一支大铅笔。就像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课本，说去理发店，有个老板说看到有一个耳屎，说传出来说之后传到最后说他耳朵有一根鹅毛。我们越传到越离谱，可是5000卷完全一样。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圣经所写的，当然有些用字遣词不太一样，因为各地方的习惯不一样，可是里面的一贯的都一模一样。当然，圣经是真的，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光光的文件都有记载，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5000多卷里面都有记载，假都假不了。所以说，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就是什么？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信主耶稣是突然。什么叫突然？基督能够割我咱信主耶稣，基督会讲啊。咱就无毋茫啊。有一日吼，咱死了，毋知要去倒位，咱毋知按哪安尼运行吼。生前享受一点，快乐一点嘛，对不对？对。生前你要活得快乐，可是更重要的，你死后还是有盼望。等我仔细回想，这过往以来，就是真的很爱我们呢。其实我心里有时候会觉得，哇，怎么这些重担加在我头上，觉得好苦哦。当时觉得好苦，可等了到10年之后，我发觉到，上帝真的很爱我。当时给我经历这一些，是让我得到一个更大的荣耀。所以我跟那个表弟兄的儿子就保证10年年的，现在算起来应该9年半。9年半以后，你来看看他的成就怎么样？他每个礼拜都来，而且认真听讲，9年半以后，我应该还在，如果我不在也没关系，我在天上看着你的成就绝对会好，上帝一定特别照顾你。那种爱主的心，所以自己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上帝的羊羔会来赎世人的罪呀。主耶稣来是为了我们的罪，你说我哪有罪？你真的没有罪吗？然后当给你的罪，你没有发觉到，你的罪，你有发觉到你自己本身哦，我们人真的是很坏呢。就像我对我太太都真的很不好呢，很坏呢。我太太没有来哦，我在那边，她本来都到后面去。我们互相之中都会很坏，我们一天到晚都有很多的罪。但相对的，主耶稣在磨练着我们，在淬砺着我们，慢慢让我们觉得主耶稣真的复活，你相信吗？我们在经典里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把一节一节方面给你们看。可是我们看到，当年他看到主耶稣说，这个12个门徒跟你3年，有人讲3年半，3年半可能那是从那个加利利开始出来算，应该是3年。他开始招门徒，他一段时间开始招门徒，这样3年，带着他们几乎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样来回走了好几趟，还有4周，这么3年来餐风露宿，跟随着主耶稣。亦步亦趋呢，那个12个门徒多亲近啊！你跟你太太，你跟你的先生，搞不好还没那么亲近呢。每天在一起耶，看着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这么有大能，给5000个人吃到饱，用那个5饼2鱼，还有12筐，这么个有才能的人，然后呢，被鞭打。死掉喽！要做王的人呢，死掉喽！钉在十字架，十字架现在我们都正常会挂着一个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标志。
当时释迦是处置的标志诶，足见效诶，这足歹代志到见识物价。因为见识物价啥，跌到4、5岁，一般的估计要3天才会死掉。豆死，豆干啉着大咧，规身躯佫有重量，佫顶豆一直垂落来，规身躯流啊无啊，死。迄偌苦呢，落见上代志呢。即个要做王，咱这先生家做伙，来这见识物哇，连带抽动心理愁烦、哀痛、哭泣，然后咱顶礼拜有讲吼，遐学生到对，敢若找约翰买玛利亚，玛利亚讲来是，如果照法律应该是因阿姨啦吼，买玛利亚，剩个咧，咱有当时讲吼，咱查甫偌勇敢，咱这姊妹吼做无胆，讲起来伊也是，虽然讲咱的圣经记载大部分拢以男性为主，但是你看卖，真正勇敢是咱这姊妹。我是要讲这姊妹传统里面成大群，真正迄传统里是这姊妹呢。陪耶稣自头陪到尾嘛是这姊妹，攻击耶稣点点搁较过嘛是这姊妹。咱这兄弟外后，歹势哈，是咧甲你鼓掌，我讲我这边上真正咱这姊妹任性呢，就用阮兜做咧，阮兜迄只高山啊吼，我若条条有咧欠钱，拢是我某咧顾，拢是过啥咧顾。我互糟蹋，我迄个，画一个图好漂亮，好漂亮，你看一日在讲好漂亮，爱讲几句，讲我嘴酸。我都拢体咧倒咧啊，嘛算他也靠任性。这个那姊妹任性吼，真的让我觉得惊讶。伊安尼对耶稣3担咧餐拢露宿，替伊款东款西，拢点在后壁尔。结果着伫是物件嘛是遐妇女尔，倒遐看。足可怜，然后去甲找贪上歹，找一个好个人西门，迄个好个人讲伊有一个梦，较早拢爱先做梦吼，做梦通带入内底。伊若找到你有一个梦，无你个梦救我，迄嘛是咱个嘛是信徒，讲好，我救你。嘛是说外拜了玛利亚甲耶稣个身体斗相甲摕落来，甲抹油，甲炸，然后甲放到梦内底。所有人讲，这门徒拢无看到哦，遐学生，那些学生都看不到哦。结果玛利亚，马大拉的玛利亚，把大了玛利亚，伊先入7个鬼子甲挂出去，7个鬼子赶出去，他你大我就在那边做什么？要替他涂香油了。他不知道主耶稣复活，他还在那边，怎么不见了？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空坟呐，空的坟墓。主耶稣复活最大的就是空的坟墓。不怕死亡的，死亡的坟墓拘束不了我们。所以昨天很多的告别礼，当然我没有去参加，因为我参加他们都有用视讯跟我们在联络，他们觉得很高兴，因为他的再来就是空的坟墓，空坟。所以说我给我们最大的就是空坟，他们俩都惊死了，死的权柄，死的毒钩，影响不了我们，不怕死。珍惜生命，但不怕死；活在当下，但是努力事工。我们所以主耶稣复活，当时从很忧愁到玛利亚，你看，如果马大拉的玛利亚真正假不到修苦，一般讲这个好看的哦，我家己知就好啊，没有呢，赶快跑去跟门徒讲，耶稣复活了，耶稣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主复活，他们立刻相信呢，他们12个门徒那里。犹大也有提名的马提亚，当时多马不在，其他11个门徒在，他们立刻相信呢，赶快跑过去看，这是主复活了，哇，主真的复活了，好高兴哦，心里好高兴哦。然后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多马在的，就是说你来摸我，我不敢。人家没有看到就相信的人，比你看到相信的人当然有福我没有看到人相信的，一定比多马有福，因为我们相信主复活啦，让我开始心里很火热。主都可以复活，将来一定有荣耀。这时候他们的心态完全改变，他们知道那个荣耀是将来得到无比的荣耀，而
而不是现在当大官的荣耀。现在当部长你说我们现在在总统，如果这个播出去就播出去，那交通选部长好难，好辛苦，有的闪，有的躲，有的换电现在当部长就是去给黄某某在那边找他娘。为什么？现在已经好像以前当部长，我小时候部长都会登在那个报纸的头条，以前是联合报，头版都会那个部长出来每个当部长不得了现在当部长，如果我们现在内阁的部长名字前记得住的人，请你举手让我看看。部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中央总理总是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个所有的部长、劳动部长什么内政部长什么部长，部长的名字全背得出来的人，请你举手让我看。我们国小都有考试国小到考试现在部长是谁？现在我跟你保证，不是你们，随便你街头去问个人，我们的部长的名字你知道吗？等一下你全部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不是你不知道，连我都不见得知道。哇，这太多了！这些部长每次来的时候，真的我看到那脸，我知道他是部长蔡委员，因为我可能比较老了认识蔡委员的人好像比较多。那说跟他礼拜五我碰到一个人，我知道他是部长，知道一直在想说，奇怪，这是部长没有错，是哪一部的？所以才想到说塑化部。然后他拿名片给我，这真是塑化部。跟各位抱歉我名字已经忘掉了，我没有记他的名字。而且他说他的处长跟我住同一宿舍，有看过我，因为他每次看到我穿着一个破的铁衣裤跟一个破的鞋子在那边运动。好了，这个重要在哪里？除了我他们突然，他们心完全敞开了，我得到的荣耀，主动会复活，我有什么好怕死？觉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要传道他讲的道理，他直接训练门徒两个一起去传道。我们要为主而工作，所以主的复活，主的显现完了以后，他们10天在马可楼用心的祷告，完全的释放，就像我们礼拜五的祷告。就礼拜五的祷告，这一次我为什么拿活的蜡烛？因为我觉得那是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你看到活的蜡烛在闪的时候，那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主的复活让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看到新的生命在那闪，你心里会觉得说，我应该为主而活，应该为主而付出。你有没有为主而付出呢？你就检讨自己。所以其实我昨天都在检讨自己而已，因为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的工太少了。我看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些长子们，做的都比我还多。我们的很多同工做的比我们多，每次我们开会开完下来，3、4点、4、5点，看那个键盘党还在这边练习。这些年轻人运动不去唱卡拉 OK， 既然唱卡拉 OK 比较好玩你练习什么键盘党不好玩嘛，对不对？唱卡拉 OK 比较好玩，对不对？就侍奉很美的侍奉，这一辈子你要觉得这个都是最美的侍奉。然后呢，开始勇敢出来传福音了。以前我们在传福音是有点怕，现在主复活了，还有什么好怕？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有什么好怕？你相信主耶稣吗？你要相信主耶稣，所以能得救。对。有什么好怕？你跟人分传单，人家还吐口痰。揉一揉，把你丢下，这个我们经常看到。以前我们，然后比如说60几年我们在练宝钢学院的时候，我们底下徛一我徛一杯我就是贪心是讲，大概100块一杯200年我还比你多100块呢。你徛一杯感觉较威风虽然讲脚嘛较袂着较大牌然后分传单，但是我觉得以前比现在好。以前分传单10张里面最起码有8张9张人家会拿，不管以后他有没有看，最起码会拿。现在分传单能够分到一半你就了不起了，甚至他会，就看
哦，这传单哦，不是哦，哦，我知，顺包了包了，拿给你。可是我很高兴啊，最起码有看到义工助过我，所以相对的主我那不会任何的逼迫了。当初彼得就昂声讲主啊，每个人都离开你，大家都离开你，干那我没啦。结果不认主还是彼得啊，可是他的心，在约翰福音21章特别讲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那3次，主耶稣跟他讲，牧养我的羊群。然后又跟他讲，主耶稣不是说你牧养我的羊群，我又会给你有很高的职位，我会给你当大官，我会给你一个国度。没有，主耶稣竟然告诉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群，有一天啊，你会受难。哎呦，我哪有这种应许的？你替我做工啊，但是有一天你会受苦。可是彼得很高兴，很高兴。甚至在传说，我为什么讲传说？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传说当时彼得要钉十字架，他说：“我不要把我正钉，我没有资格跟我的先生一样钉，正面钉着把我倒钉十字架。”我想会有这个传说，应该也不会讲到哪里，但是我不敢讲这是真的。可是看他的心，他出去传道，他就知道有一天他会死掉，会死亡。保罗先生也一样，我是罗马公民，本来我可以有功名利禄，可是我会死亡。不是，主耶稣的代价是这个，可是他们知道说，那个荣耀是将来的荣耀，所以他们完全不会，他就等待审判嘛，反正有第2次的审判来，基督被钉死，把我们饶我的罪恩全舍去，让我们跟神复活，我们就跟上帝可以复活，我们神做我们的依靠。我们以前这些不应该有的罪，我们可以消除的。可是主复活更重要的是什么？让赐给我们相信并接受他的人，有我们该有以前没有的这些权利、这些生命。我们有全新的生命，你们要相信你们有全新的生命，你们要相信，完全的相信。贝主，你相信吗？要有全新的生命。你们要告诉自己，我有全新的生命。来，我有全新的生命，告诉自己，我有全新的生命，我有全新的生命。那个全新的生命是好美好的全新生命，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看不起家己讲啊，到有影真呢，真的，我跟你们保证真的，因为我有体验，真的。所以我从来对什么受伤啊、手术什么，对我来讲，我都觉得说啊。身体有些如果该怎么样，就上帝去处理。我不是我曾经讲过嘛，其实我是12年前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刀，在某场合遇到那些医生，陈文俊，那时候有人叫陈文俊，现在是长庚医院最大的，怎么你能叫蔡长？蔡长看起来你还是红光满面，还怎么样？你现在到底怎么了？我说很好啊。对他们来讲都是不可思议，我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我觉得差不多是上帝的，到底是不是应该差不多是上帝，又不是你决定，所以他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好高兴，看到你呢好高兴。我说我再多活一点，多赚到一天，我爸爸赚了55年，我不敢赚55年啊，那我不是老扣扣，但是相对的我好高兴啊，我们的生命在上帝，所以信耶稣，我们得到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耶稣所赐的平安跟一般之人所赐的平安不一样呢。我赐你平安，你的功课一定会很好。我要给你高官利禄，我给你做官，我给你赚大钱。主的平安，他不是说不会给你这样做，而是说我的平安在你身上是真正的平安。等你赚大钱、做大官，你还是很平安。等你不如意的时候，有主耶稣的依靠，你还是很平安。你一辈子的平安，这个不是跟世的平安讲的平安不一样。请你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免惊吓，无得惊，无得忧愁啦。
主要说这个方面兵是真正兵啊，这个兵咱吼是咱个我应用性的兵啊，这你永远免惊啦，亲像一个你遮啦，我这边咧行，你遮啦步的时阵，拢有人咧标他们做钢索，哇，一个人行过，安尼行足稳的，过了，大家都是拍破啊。你有相信我会当行过无？啊，当然行过啊，家嘛相信。伊拍我相信，啊，我即摆佫行过。有囡仔吼，在座有囡仔的人，我甲你爱行过，你若无安尼爱行过，我互你1000块的美金，无人通掠手。有的囡仔是要掠手的，你家啦，我不呢？刚一个囡仔用走去讲我要，免钱免个，我大佬。唔通啦，这一个病要紧2个，你食啊，我太危险嘞！伊妈妈到边仔讲要紧好惊，啊你小孩安尼个囡仔呢，我无得去闹爸啊。主要说基督教我咱阿爸爸你都唔相信，你要相信啦。所以说基督教会承担你所有的罪，他会替你担当你一切的苦难，你要相信呐，真的要相信，而且呢，主的我给你什么新的生命，尤其在以弗所书第1章到第3章，有空你就好好去念。尤其有一次我们背过以弗所书第1章23节，他说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做礼拜？你说，哎，看直播很好，虽然说我们现在音响好像不太好，他说，哎，你后面那个音响好像比较好，还听得清楚。现在说真的，讲话都听不太清楚，所以你要来做礼拜的，听不清楚就故意让你听不清楚也好，让你来做礼拜。但是现在有没有的弟兄是真的是不方便做礼拜？他无论如何，新的生命。就像比如说我3到50节跟你们讲的，神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上帝大力运行伫咱的心中啊，充足赏赐咱的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考虑啊，凡事交托啊。啊，你讲啊，袂烦恼哦。袂烦恼，当然烦恼。当时烦恼的时阵，你会记你的烦恼去交托上帝啊。上帝会替你束缚啊。所以咱在基督应当死，迄个死是咱迄个老我迄个本来做咱罪迄个死。啥物是活？主要说基督，咱是个活永远的活命。这个活命是一世人的活命，永远的活命。最宝贵的活命，所以上重要的就是即句话，咱袂使记，咱是主的所基督内有新的活命，是主死搁活的活命。咱袂惊尔吗？每一个耶稣就惊样袂？袂惊嘛吼！听讲耶稣都在咧笑，毋通笑啦！你叫我较艰苦安尼啦，安那太同情啦。我咧手术嘛是用伫我笑，我咧裤子拢够奇怪，我基督徒都。啊，这人手术去到病房，大佬有足紧张，伊有讲，啊，这手术会哪拄会安怎？我讲，手术敢拄医做了，就拄啊，家己想看下仔小线丝啊，拄讲钱包互你丢啦，讲，院长，等一下那个手术很大哎，你不紧张吗？我讲啊，跟你讲到我都会紧张，可是我就是不紧张啊。啊，怎么手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医生不是都会有一个同意书要叫你签，要背给你听吗？不必练啦，反正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啦。我立刻签名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还有时间研究，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手术。我手术完之后还是很高兴啊，虽然这时间很长啊，我手术完很痛没有错，但是还是很高兴啊。我觉得要提早就要出来，主给我们的生命是新的生命。有一只狗被人家虐待，用铁链就把它绑着。等到这个救援团体去看到这只狗的时候，这像狗吗？这个比熊犬已经这像一只狗吗？各位看到它的样子，这是什么？这是狗呢。有时候喜欢一只狗的时候，哇，百般谈论；可是不喜欢的时候，就百般凌虐它。
把他丢弃不理他，而且还用那个铁链把他锁住，几乎也没有给他吃饭，又涩，他整个毛又长，臭死了啊！你靠近他20问题，劝他你就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就立刻送到国用美容院。国美容院比你还贵啊！你去美容院会比狗还贵。我们要慢慢帮他梳理，慢慢梳理以后，他得到幸福。你看多漂亮！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啊！你们本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信主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说这蔡长老，你怎么把我讲的那么难听？你们信主任就是，我信主任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从小就受洗，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就是信主，就是那个样子的，又脏又臭又没有人要。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又可爱，主耶稣的宝贝。不要小看呢，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宝贝呢。你要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宝贝。主复活，做个哇！互你新的生命，你也唔免惊死，你一切所行在世日子，在世上的每一天，你要过得很快乐，活得很快乐，为主而活。可是死也是为主而死的。死了你有一个新的阳光的体，荣光的体，荣光的身体，荣光的生命，就像这个新的生命一样。如果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这复活的盼望就是我们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是徒然的，所以我们信的重要是复活在主耶稣，生命在主耶稣。因为回第一章讲说，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没有接纳他，为什么没有接纳他？把他钉十字架。可是其实光来是要照耀整个黑暗，所以你的光要摆在灯台上，那可以照亮全世界。当我们烧到这个时候，这两边新鲜的一根一根的蜡烛点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整个心都完全不一样，就看到那个光了，看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主的光是死亡的权势，我们不在逞强啊！基督徒就是被政治死亡。信基督徒的好处是死不足喜，不足畏。我珍惜我的生命，那就不要救，一定要救，用最好的药，用最好的医疗。可是如果有一天到了，耶稣说应该走了，那就走了嘛，也很高兴啊。所以那个保罗先生告诉我们，现在的弟兄啊，你们要坚固啊，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做主的工啊，因为知道什么？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不要忘记。有美国正福音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州，他们就聚集了300-400个人，他们说他们要去非洲传道，那些都是未信主的人，我们去那边传道。哇，那个船里面差不多500-600个人，300-400人就是基督徒，就是那个布道团，哇，全部过去，突然遇到暴风了，遇到暴风，这个船哇就这样沉下来了。在沉船的时候，那个牧师就站出来，他们旅行团的那些牧师就站起来，拿出圣经，说来，我们布道团的人全部来集合，有基督徒没有？那全部都过来，因为古时候救生点很少，救生圈更少，没几个。我们不要用，我不怕死啊！主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哪里怕死？不要怕死，我们就全部都站出来，然后他全部站出来，在那边唱歌，然后牧师就开始练习，中有练过一个，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那个牧师你说，你看，翻开以赛亚书，他本来有练复活的经节53节，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受苦都不怕。可是翻开的时候，竟然是43节，他要翻53节，要翻到43节。而43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我们就在水中啊，上帝要跟我们同在啊。你这个字那个你扬过江河，有的是那个汤有的写那个主在一个塘，你趟过江，你踏过江河了，你经过江河啊，水不漫着你，
然后你从火中经过也不被烧。他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是我们的依靠。如果今天我们就这样随着大浪沉下去，我们生命得救啊！虽然我们没办法到非洲传道，但是主知道，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哇，整个人在那边唱歌，在那边祷告啊，他们的心都非常的平安。啊，一些水手，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很紧张啊，靠着救生圈啊，赶快去抢救生艇啊，赶快下去呀、哎，他过没多久，突然远远的有一艘船就跟着过来了。他过来的时候，不是看到一艘船说，哎，得救了嘛？那艘船过来了。然后就跟基督讲说，哎，今天经历很奇怪，有人说，哎，我们要不要，以前很流行就是瓶中信，我们把今天的经历写下，写出来，写起就放在瓶子里面，哇，就很多人写说，感谢主，我们已经不惧怕死亡，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感谢主，我们水中经过，踏水而过，上帝都跟我们同在，哇，好多人就有瓶子的去拿瓶子，就把写的信就丢在瓶子，结果那个船过来400个人，300-400人全部得救，为什么全部救起来？最后发现到他们点人数只有他们得救，其他有救生圈的，去做救生艇的，因为以前的设备不那么好，都被大水冲走了，没有得救，只有他们得救。又过了几年，他们突然发现说，他们那些瓶中信的瓶子飘落到全世界各个地方，他们光看瓶中信就很多人信主因为这是他们在船上要死之前所写的，那个完全不是造假的证据，完全是真实生活的节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先复活了。哈利路亚，各位注意就各位，恁每一个人，咱亲爱兄弟，所有人拢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以后无再惊吓。你会遇到苦难，但是主耶稣基督所赐予你的平安，是赢过世间人所赐的平安。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平安，是赢过世上所有人的平安。你死了以后，你再来跟我回想这个见证，真的呢。我为什么敢讲？因为我这个年纪，我当然敢讲以前怎么样的吗？如果你10岁的人，你可能不敢讲；20岁不敢讲。我现在已经70几岁，我当然敢讲说，这60几年主怎么照顾我，怎么给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一直埋怨说，我弟做这么多的工，我怎么做了这么多的苦？其实我想，还好有那些苦，这些苦让我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不管是人的荣耀，在神面前服侍的荣耀，都是值得赞美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说我们赞美你的主的，你的复活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你的复活让我们能够更加为你工作，你的复活让我们喜乐，你的复活让我们得到生命平安与喜乐，让我们心中充满着快乐大大的充满着整个教会大大的充满。求主你照顾怜悯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吟一首诗，102首，请起立。
的我也有我的主，因我的王。请坐，这是咱平凡心来今日的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请。总会送荣吼，了咱请蔡长老为咱祝福。新的力量，愿耶稣的名扬脸祝福给你，让你的一生之中恩惠慈爱伴随着你。愿圣父、圣子、圣神的上帝，今日三甲地地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所。阿门。阿门。报告，咱消息报告。第二点吼，咱本日是为着大济学罗礼拜，教会有准备复活蛋，请赞谢兄弟会当不客气能够拿。哦，同时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歌啊。第三点，本日是教会45周年纪念日，恳求圣灵大大浇灌伫教会每一个兄弟心上，互咱会当充满活力，乐意伫复兴咱的教会。啊，再来后礼拜有妇女团契吼，那个聚会，
我们要请德国执事哈，为我们讲解今天小组要分享的。那今天是它的进度是21章到23章。那我是想，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再多，因为今天复活节，所以在那个24章的部分讲到主的复活，应该可以小组的时候一起来分享讨论。那这个进度应该，我觉得就是说从主进圣殿之后，然后受难，一直到复活，那其实应该说，大家很多应该我们中间从上礼拜开始都很多的讨论，那可能我就不要再留多一点时间给大家在小组中来分享讨论。那我自己是比较有注意到的是那个主耶稣在那个被钉十字架时候的那个百夫长那就是耶稣死掉的时候，百夫长跟他说，就是在他看到那个整个历程，就钉耶稣十字架那个罗马兵的那个百夫长，他竟然说那个耶稣真是个义人，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确实就是这是一个在跟他的门徒不相干的，是一个旁观者来对耶稣的评价，这是非常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强盗，那应该大家也都很清楚，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没有就是那个悔改，然后就直接得到那个耶稣的这个赦罪，然后要跟耶稣一同进到乐园这样。那再来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是那个复活之后呢，那个耶稣复活，他那个跟从4个福音书的对照来看，就是他应该是就说那个最先开始说是那个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那然后也有就是有的地方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就是有的地方是说抹大拉玛利亚一个人去，那有的是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妈妈跟那个就是好几个妇女一起过去，对，那个耶稣复活之后，当然第一个是给抹大拉玛利亚显现，那然后他回去通报那个门徒。那第二个显现是那个就是24章的那个以马忤斯的那两个人。那以马忤斯那两个人遇见耶稣之后，才也一样又回到耶路撒冷去通报那个门徒。那在通报门徒的当下，就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过了8天，又第2次向门徒显现。那一次就是大家那个刚刚蔡长老也有讲，就是那个多马，那一次多马也有在场。那然后最后是第3次，耶稣向门徒显现是在那个加利利海那边，就是耶稣为那个门徒准备早餐。对。那我这边只是稍微，我觉得今天比较特别，就是那个我觉得耶稣复活这边就是从受难到这个复活，这中间的很多，我觉得很多细节我们都会在小组中多一点分享。谢谢。好，谢谢。上尾咱请那个信华队为咱唱祝福的歌。
来，咱来参加平安礼哦，平安，哎，平安哦，平安哦，祝福你哦，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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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脸嘞，平安。可以啊，你刚才送我的时候在下声跟我笑的东西是一样的，因为我从前奏就知道你们唱错了，有两首歌前奏不一样。对对对，哦，但是他第一句是两首都一样，他手很慌哎，没有，第一句两首不一样的，但是弹另外一首，没有，我们第一句唱错，我们第一句唱错了。